大家好，歡迎收睇《色慾都市閒情》，我係你嘅節目主持人任何任。呢個節目係希望用輕鬆有趣嘅清談方式，同大家探討有關性別範疇唔同嘅主題，希望可以同大家一齊識聲。今集我哋嘅主題係男人係鎖匙，女人係鎖。任何人我都由細聽到大，話男人喺性方面係一條鎖匙。如果男人有好多性經驗，就好似萬用匙開到好多鎖，咁就 good 啦。相反，女人嘅性經驗好多嘅話，就好似一把鎖俾好多鎖匙開到，咁就唔係一把好鎖啦。唔知大家點睇呢？事不宜遲，馬上去片。以下內容涉及性暴力、粗口等成人情節，未滿18歲嘅觀眾可以考慮喺成人陪同下收看。如果你喺觀看期間有任何嘅情緒困擾，或者覺得唔舒服，可以暫停觀看。有需要嘅話，記得尋求專業服務求助啊！男人係鎖匙，女人就係鎖。呢句說話背後其實係隱含咗個社會點樣去睇男同女嘅身體同埋性。一個男人越多性經驗，越鹹濕，食女食得多，呢條所有嘅女都係我一個人叫，就代表佢越勁越威，係風流不羈嘅浪子啊！而女人呢？越多性經驗，價值反而就越低。風流浪女，冇啲咁嘅事喎。淫娃蕩婦，公廁臭雞就有你份。但係任何人我呢，就成日喺度諗啦，點解從來都冇人話男人係鉛筆，而女人就係鉛筆炮？點解唔可以調翻轉，係男人越多性經驗就會越貶值，而女人越身經百戰就越勁呢？ Why not？ 任何人當然認為唔應該用性經驗有幾多去評價一個人嘅價值啦。只係想大家諗下，點解我哋會用鎖匙同埋鎖呢一個講法去比喻男女嘅性經驗呢？呢個講法有冇問題㗎？根據任何人嘅人類觀察經驗，社會普遍覺得性就係男讚女蝕㗎。男人嘅 body count 係會幫佢加分，但係女人嘅 body count 呢，就只會令佢扣分。所以喺 forum 定係 social media 上面，大家都會用好多羞辱性嘅字眼去 shame 一啲有性經驗嘅女性。呢種唔平等嘅性文化，其實唔單止體現喺性經驗上面，就連日常同性有關嘅嘢，其實都一樣，包括睇 AV 啦、傾性嘅話題啦、講鹹濕笑話、show 身材等等等等，都一樣有呢種雙重標準。就以 K-pop 為例，如果有男偶像 show 肌肉，個個都會覺得哇好型啊，好正啊。但係如果換轉係女嘅偶像着得性感啲啲呢，就會俾人鬧佢哋淫蕩發姣。好 cheap 啊，都唔潔身自愛嘅，對佢哋進行種種嘅蕩婦羞辱 slut shaming。呢種男讚女蝕嘅差別文化，我哋平日可能冇為意，但其實係日以繼夜、夜以繼日咁不斷鼓勵緊男性要鹹濕，同時警告緊女性不可以色嘅情況下，就變咗成個社會一齊限制男要點、女要點，刻意塑造出男女嘅分別，久而久之就成為咗性別定型咯。隨住呢種鼓勵男人係鎖匙、男讚女蝕嘅諗法，其實仲衍生咗一啲更嚴重嘅狀況啊！例如頭先就提到啦，我哋覺得咧男人鹹濕啲先至係好，咁樣先至係正常，男人就係鹹濕噶啦。呢句嘢其實唔單止鼓勵緊男人色，仲更加會被用嚟合理化一啲同性有關嘅不道德行為添啊！譬如啦，當一個男人出軌背叛佢嘅伴侶嘅時候，就會聽到好多人幫佢講說話。佢衰鹹濕啫，佢只係犯咗天下男人都會犯嘅錯啫。又或者當男人被指控非禮、偷拍女性嘅時候，都會好快有人衝出嚟護航話，男人個個都係用下體思考噶啦。個女仔追到咁性感，孤男寡女，根本引人犯罪，條仔點忍啊？今時今日做好男人真係唔係咁易，試問自己都唔算係一個好男人，因為見到性感女士都會好男人。相信呢啲說話大家都耳熟能詳，聽就聽咗咁多年啦。大家有冇耳濡目染接受咗呢啲講法呢？定係有人會同任何人一樣覺得好唔公平嘅呢？人類除咗有性器官之外，其實仲有大腦呢個器官，仲係人類身體最重要嘅器官添啊！除咗少數人有性行為或者性心理相關嘅心理健康問題之外，大部分嘅人就算佢有好強嘅性慾，都有足夠嘅能力用道德同埋自制力去控制自己嘅行為。所以男人個個都係用下體思考噶啦，呢句說話根本就係貶低緊天下間嘅男人啊！因為咁講呢，就好似預設咗天下間嘅男人都係冇自制能力，淨係用下半身思考。作為一名出色嘅人類，我哋係食腦噶，我哋係有道德噶。
我哋係控制到自己嘅下體噶，尤其係一啲擺明係非禮、性騷擾嘅情況下，如果下下都用男人就係鹹濕噶啦，佢哋忍唔到噶啦，嚟做擋箭牌，去合理化一啲唔啱嘅行為，或者鬧翻對方冇好好咁樣保護自己，引人犯罪，咁就真係唔啱啦。自己做錯事就認咗佢啦嘛，唔好搞到一竹竿打一船人，拉埋其他男人落水啊！最後唔知你又有冇諗過，男人就係鹹濕噶啦，可能係一個雙面人，有時都會捅翻男人一刀嘅呢。咁多位觀眾，尤其是係男性觀眾啊，唔知你有冇試過以下嘅情況？其實有陣時呢，真係唔特別想識噶，但係身邊個個兄弟都喺度講，你又唔好意思出聲喎，明明就係有啲唔舒服噶啦，但係都焗住要聽，又或者甚至係要扮投入講埋一份啊！如果你有試過嘅話 ，You are not alone。有學者指出，性呢回事其實就好似係男性之間嘅一種儀式，用嚟確立彼此嘅男性身份。譬如美國嘅兄弟會文化就係咁啦，喺呢啲圈子入邊嘅男性可能會不自覺咁樣遵從所謂真男人嘅教條，進行呢啲性儀式，先至可以繼續埋堆，被視為男人群體嘅一份子啊！換句話講，男人就係要鹹濕，要講鹹濕嘢，要做鹹濕嘢，鹹濕就係自己人。但係倒翻轉，如果唔參與色色嘅男仔呢，可能就會俾人笑佢哋，係咪男人嚟㗎？竟然中意睇女，入咗成人毛啊？唔通你係基嘅？有啲男性甚至會因為唔夠鹹濕俾人取笑同埋排擠，呢啲就係所謂嘅有毒的男子氣概。呢種性風氣其實都為男人帶嚟唔少壓力㗎，所以唔好睇小，男人係鎖匙，女人係鎖，又或者男人都係鹹濕噶啦。呢啲說話啊，因為背後隱含咗好多唔公平嘅假設噶。好啦，今集時間都差唔多啦，最後任何人都想分享一下，呢個世界上其實每個人都可以好獨特、好唔同，最緊要就係尊重唔同人嘅多元，容許唔同性別、唔同性取向嘅人自在地鹹濕或者唔鹹濕，可以識識都可以唔識識，任君選擇。最後咁多位觀眾，記得要 CLSS、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。想第一時間睇到我節目，記得撳埋個鐘仔啦。如果你有任何嘅疑問，又或者有其他嘅主題想我喺未來講嘅話，都可以喺下邊留 comment 話俾我知。我哋下一集色慾都市閒情，再一齊食食完。